面貌。納粹黨盡量拿捏女性選民嘅喜好，務求爭取佢哋嘅選票。喺何夫曼位於慕尼黑嘅小小影相館，希特拉一如平日受華格納作品嘅啟發，同為歌劇演員嘅動作着迷。佢研究出一系列支配聽眾情緒嘅肢體語言，呢啲肢體語言喺首次納粹黨大會大派用場。希特拉仲話：群眾係矯揉同愚昧，只有激情同仇恨先至可以支配佢哋。仇恨正正係衝鋒隊喺全國各地所播下嘅種子，先由大城市嘅猶太社區開始。喺呢個依然和平嘅社會，茨威格見證咗暴力嘅誕生。佢咁寫：那些是法西斯的手段，但是德國模式，以精準的軍事化模式執行。只需一聲哨子，衝鋒隊就會由貨車上迅速跳下來，用警棍毆打民眾，然後再一聲哨子，他們就會跳回貨車上，以來時的速度飛快離開。